消防接報到場，立即進行灌救，但係火勢迅速蔓延，3.02分升為3級，3.34分再升為4級，火勢已經非常猛烈，有人喺遠處都見到濃煙升上半空。燒埋隔離嗰棟啊，好誇張啊喂！到晚上6:22分，事發只係3個半小時，火勢有增無減，升為最高級別嘅5級大火。天文台亦都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只有一座冇被波及，大量居民無家可歸。